被告度假师所的工作室，这位来自大陆的新住民对课业辅导老师的身份嘛加入彩虹行列，为今年中秋要全新推出的渔网礼地来赶工，除了挑战过去彩虹的难度，身为三个囡仔的妈妈嘛唔忙实现来台湾读大学的梦想。作为一个妈妈，对照顾家庭、对经济收入都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因应行业要求，目前多家市所渔网商品对设计、制作、包装每一个步骤拢有无共葫芦分工完成。同时嘛，首次跨行业甲在地知名的珍宝业者合作，设计一款不止提升酱料送礼，会让应属使用的包装，嘛是装饮料加比的多用途，更是要送出希望甲祝福。做的地方，我们加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拉绳，然后希望可以让消费者除了可以装辣酱成为一个礼袋之外，在平常你喝饮料的时候，也可以拿着这个袋子，能够一起来爱我们的台湾，爱我们的环境。那多家司所一直着力在提供给这一群多家妈妈的发展他们的第三人生，希望透过这一次的蜜糖辣酱的这样的一个中秋节礼袋，能够来支持多家司所一起来成就妈妈的第三人生。身为创业第三代老弟子，除了体会文创品牌可贵，更是认同妇女发挥才艺，追求社会企业的力量，所以联手合作。在多家司所这边他们有一些原住民的妈妈，有一些对纺织有才艺的妈妈，他们可以手工制作这个袋子。我觉得可以，我觉得这样的合作比较蛮有意义的啦，然后也可以给妇女多一个展现自我才艺美丽的一个平台。根据了解，该礼地推出以后，陆续已经有政府甲民间的团购订单，予今年中秋有一款全新送礼新选择。咨询专线06-288-2253。台新闻，郭文吉、刘品言采访报道。